在今年初选举，互民进党提名不分区立委第16名，罕病律师陈俊涵传出伫初二过身，食到40岁。这个消息是互真侪人真唔感冒。陈俊涵有肌肉萎缩症，规身躯只剩目睭佮喙有法度叮当。伊有美国甲台湾律师的执照，伊放弃伫美国高薪的工作，甲有保险给付的罕病药物，倒来台湾为律师、为人权来拍拼哦。伊嘛为伊同款的患者来争取罕病用药的权益。健保署今日嘛表示讲，最近就来讨论健保扩大给付。我希望是台湾在整体的罕病的药物给付上面的制度的相关改革。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快速？今年1月底上尾一届伫镜头前出现，罕病律师陈俊涵替朋友发声。15月时，伊的家属透过面册刊文表示，陈俊涵伫正月初1身体无爽快，送到台大新德分院，也毋过抢救无效，11透早过身，食到40岁。消息传出来了后，各界拢感觉真可惜。总统府甲行政院拢表达唔甘，强调会继续推动保障新障者的政策。国民党嘛发声明哀悼，民众党是感谢陈律师为新障弱势的付出。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勇敢的生命斗士，即便罹患了罕见疾病，他一生当中没有任何放弃。选举期间，互人来做民进党不分区立委的第16名。陈俊涵上港台造讲，讲希望会当改善台湾的无障碍环境，因为伊一出世就被诊断得到脊髓性肌肉萎缩症 SMA。规身躯敢若剩目睭、喙，甲一支细支指头会当叮当。大学第2年时，佫因为火灾意外，2支脚拢爱切掉。毋过陈俊涵突破身体限制，考调律师高考的头名，甲会计师执照，佫摕到哈佛法学院的硕士、密西根大学法学院的博士学位。等来台湾了后，嘛一直咧为 SMA 患者争取用药的权益。因为台湾虽然有开放相关药品的健保给付，不过也是有300多人无符合标准，无法度积极用药啊。现在因为厂商有来送件，建议说是不是可以把它扩增到全给付？那我们也正在讨论当中。陈俊涵在生的时为着扩大 SMA 药物的给付咧走踪，对此健保署讲，最近备检甲口服药的厂商拢已经提出扩增给付的申请，互所有 SMA 患者拢会当使用。按算3月会开专家会议讨论是毋是要放零，佮经过健保共议会议，上紧今年顶半年有希望会当通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